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，真侪探病或者是拜访的行程拢无法度成行。导致伫咧英国伦敦的吴小姐，伊的爸爸住伫咧台东病院的护理之家。爸爸的生日因为疫情，伊无法度转来，透过病院的社工甲照护员来帮忙，伊用视讯祝爸爸生日快乐。 吴先生生日这一天，亲耳听到因查某囝伫甲请安中风在床的伊，骹手拢袂震动，敢若使我靠目睭等等真实反应来表达情绪。伫伦敦查某囝用视讯替伊祝生日，因为疫情人无法度转来台湾，嘛是要尽孝心。亲人录影片轮流甲祝福，因查某囝嘛替因老爸加油，希望讲有机会带伊出国。非常的。 全家人都爱你哦，大力接你棍哦！你最喜欢吃的啥西皮呢？因为这个时阵，亲人拢来替伊祝生日。今年伫台东病院护理之家甲社工照顾员的帮助之下，改用视讯。这个做查某囝真感谢大家斗相共。我知道爸爸他接收到了我的爱和我的祝福，我们在远端连线，非常的感恩。 无受到地理的限制，或者规家伙团圆，嘛算是完成这个查某囝的心愿。